弟兄姐妹平安。家庭礼拜讯息题目：能力的神。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57章jiwa ku safau atusir tutu sangku tapang baswal karihatai ano iraa yaitu ano ingata aitu adam sawi pafuliun aku cangra tu reha sai ua asahan aku cangra。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至高至圣的神本来住在至高至圣的荣耀的地方，却被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吸引，甘愿从至高至圣的地方下到低处，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神有办法使人的灵醒过来，看见自己不满足贪心的罪，还有违反作乱的罪，言语的罪，而忧伤痛悔。神有办法，神打倒他，光照他，医治他，安慰他，造就他，使他与神亲近，充满平安。有一位牧师，他妻子的弟弟是一位反对信耶稣的人。事实上，他不只是一个反对信耶稣的人，他是那种当人家聚集的时候，大家都想要躲避的人，因为他老是惹麻烦，喜欢抢着讲话，自己是对的。有一天，他打电话给牧师的妻子，师母是他的姐姐，告诉他姐姐说，我刚刚下飞机来到你们这里，姐姐能不能来接我？我到你家住1-2天。牧师知道有事情发生，因为这位小舅子从不曾这样。牧师夫妇去机场接他，回家的路上，他们试着彼此说话，虽然他们没有共同的话题，他们谈的是天气。从机场到家的路上，因没有什么话可说而尴尬，就安静一段时间。正好经过教会，牧师他的姐夫说，那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刚完成整件工程。由于这位反对信耶稣的弟弟不曾见过，也为了打破沉默的感觉，牧师姐夫说，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出乎意外的，他这位反对信耶稣的弟弟竟说，好啊。牧师就把车开进停车处，然后打开教会的门，他跟在牧师后面。牧师的太太就是他的姐姐，是第3个进来教会。牧师先进来，拉开门让他进来。当他的脚踩进门槛地板的时候，他竟然弯下身开始流泪，叫着说，我的神啊，帮助我，我还没有预备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该做什么。接着他抓着牧师姐夫的手说，告诉我，我如何得救，就是现在。整段时间他都在地板上痛苦的扭动身体，一直哭泣。因此牧师就让他在那里面对神。当时他人是一半躺在里面，一半呢在门的外面。他的姐姐于是很耐心的用手拉着门，
这位反对信耶稣的弟弟经历了神荣耀同在的能力，被神荣耀所震撼。当他恢复一点自主力的时候，牧师夫妇问他：你怎么了？他说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知道当我要来的时候是反对信耶稣的人，我不相信有神存在。但当我踏进教会的门的时候，我遇见他，耶稣，我知道那是神，我知道我必须悔改，我对我的生命感到恐怖。然后他补充说，我所有的力量都被耶稣夺走，他只能降服。如果我们想要得着神荣耀的同在，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一定要谦卑下来，要认罪悔改，悔改自己没有完全顺服的地方，求神光照我们的心中的隐秘，为着自己不像耶稣不圣洁的地方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我们一定要在主耶稣面前自己谦卑。当至高至上的神来使谦卑的人心苏醒时，我们开始体会到我们是多么肤浅和表面化。我们必须效法主耶稣，他那么柔和谦卑，专一爱神，顺服神，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。难怪他与天父那么亲近。主呼召我们要痛悔，转向神。我们的救赎主呼召我们要真正的否认自己，真认识到我们的自己没有良善，要靠着主的宝血和圣灵洁净自己的手，清洁自己的心，全心全意来爱神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，谦卑俯伏在神面前，亲近他，等候他，求问他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顺服他，依靠他。这样我们与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显明并挪去我们心中各式各样隐而未现的肉体和骄傲，使我们比过去更加的谦卑顺服，更渴慕神自己。神必引导我们上到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与我们更亲密的同住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拜。